捌摕过国家医疗奉献奖的匈牙利传教士，伫1961年的时阵，捌伫咧家己的圣家病院提供医疗服务。不过，这间圣家病院已经是拍远超过25年啊。即马有民间团体提案，希望会当甲遮改造做偏乡的医疗服务馆甲医疗工作的基地。有的啊，那伊电话是20号，20号，吼。应有电话号码药袋啊，手写记录药方，绿草圣家老病院的收诊工课。除了内底，外口的环境嘛当咧进行。这间已经拍远超过25档的病院，即马有民间协会开始整理，要来甲空间活化。遮真无简单，咱原本有一个病院，有一个教堂，有一个幼稚园，吼。啊，这个病院的部分，我查到讲有3个国家医疗奉献奖的得主，捌伫遮奉献甲服务过。因为早期没有健保，医疗费用非常非常高。那他去募集来了之后，就是，变成没有成本嘛，那就可以这样降低很多那个医疗开销，这样，啊，所以兆湖这边的人群非常多。这间1961年伫鹿草开办的病院，因为医疗环境的改变，拍远超过25档。关爱各乡公共服务协会表示，有得到天主教家己教区的同意，暗算家2楼转做医疗博物馆，1楼正做偏乡的在地医疗工作基地。一个起身，互大家先整理起来，然后慢慢互附近的人对这有什么感觉，啊嘛，好多个互大家来，啊若再做一个医疗的基地，也是教育基地，或者是5万啦，啊嘛是爱一步一步来。目前这个所在因为久来无使用，内底阁有真侪当初的医疗记录。关爱各乡协会除了收诊环境，嘛整理保存遮的资料。希望除了空间再利用，嘛甲这间病院以早照顾地方的故事，搁一摆互大家来知影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